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是今日特别第4届调解协商。这副总统萧美琴是接受专访，用装铁桶来比喻国防安全。面对全10会特别开办，萧美琴也表示讲，台湾爱用实力，避免做人歧义。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也搁卡伫咧立法院，副总统萧美琴接受专访，亲身来解说军购的必要性。伊用居家安全做例，铁桶就比论做国防安全。以预算新台票1.25兆分8档编列来看，每一个人平均大约6000外块。强调国防支出毋是咧黑白压钱，是为着要互入侵的困难度更较悬。即便有人觉得我家装铁窗不好看，我要用别的手段要用保全，要用这个监视器。当然，有些人觉得我1年花6000多块钱来捍卫我的安全，我还是嫌太贵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萧美琴强调，面对区域安全的风险升悬，台湾就要建立多战处的协作能力。尤其美国总统川普要去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萧美琴认为，川普一直拢真重视台海和平，也是美国政府跨党派一致的立场甲主张。也毋过，和平就要靠家己的实力，国防甲经济拢得要兼顾。我们要避免台湾成为棋子，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建构自己的实力。我们要有实力，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有手段。毋过，国防特别条例伫咧立法院是面临着挑战。初六要进行第4届的调解协商，也毋过国民党团内部的意见煞是超白平。党主席郑丽文主张3800亿加 N 的版本，毋过党团是认为基层支持的8000亿版本较好。党中央甲党团的态度是无相同，并不是所谓金额的问题。那对于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那这个压力会是在国民党今年要参选的候选人身上。那至于他要用什么方式扛，我不知道。那国民党伫民众党这边也传出有准备2个军购案的版本，包含第1批4000亿，搁再加上第2批8000亿。副总调王安祥强调会同意军购案，因过军购的项目已经有部分调整，希望有明确的数字了后，再搁来编预算。面对外界针对1.25兆预算的质疑，萧美琴是用铁桶来比喻防卫成本甲安全的价值。不过，伫国会拿立8、3方也是拢有家己的坚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按算5月中要访问中国见习近平，这日本的前防卫大臣，都和美国对台湾的立场都爱坚定。有学者是认为讲，中国上爱关心的应该也是美国的对台军售，希望讲美国卖个白兰武器。美国空军师妖怪军用运输机，即阵互中国民众看到降落伫北京国际机场，拢搭伫社群讨论。为初2、初4，至少看到4台，互人认为是全10会先做准备工作，包括运输车队、通信设备甲安保系统等。美国方面嘛已经预告，川普会伫5月14至15访问中国。川普伫北京接见小型企业代表时阵讲，会对习近平讲到2国的 AI 竞争。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台湾议题是毋是会伫全10会讲到？中国外长王毅进前伫甲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的通话中特别强调，台湾问题关系中国主要利益，是中美关系上大风险，爱美方做出正确的选择。日本自民党籍前防卫大臣小野氏五典伫华府智库 CSIS 研讨会呼吁川普坚定应对。If President Trump say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being more wobbly than what we've had in the past, this c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The U.S. It's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have a firm attitude. 北京当然希望从川普口中能够讲出一些更朝向北京所期待的方向前进这里面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对台独这样的可能性但是目前从美国的总统口中这么多年来，还并没有听到美国的总统直接公开表述说，美国的政策是反对台独，因为反对台独在这用字遣词的这个严重程度或它强烈程度上，明显还是会高过于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
对外团是毋是促成对台不利的第4份美中联合公报，学者李大中认为几率真低。不过嘛分析，比起公开文字，北京伫实质政策，更较希望美国会当符合期待。亲像讲，还有一笔更大金额的对台军售，是毋是传习会后向美国国会进行通知，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传习会上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表示讲，双方可能会讲到台湾问题，这双方是拢无愿意伫咧印太地区看到任何会造成局势无稳定的行动。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without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华府智库分析，中国是有意要伫咧传习会加强表明反对台湾独立，来影响美国未来对台海应对方式。不过，这也可能会影响到盟友国家对美国信任。再来看国南国造咱的畅水南海军号要拼7月交船，昨伫咧高雄港第7届舰航测验。这外界上关心的就是超雷测试，因为咱甲美国做的超雷系统，这个月就要到期啊。若是阁未付，就要阁协调延长周期。继个月，舰南国造海军号测5伫高雄港，这次总统罗清德亲身巡视了后，海军号第一摆出海展开第7摆畅水测试。海军陆战队突击艇带船混进乌龟鱼，无人艇伫边解号，早起7点，海军号驶抵港口，请大批军事迷来加油。最近还会再做几次的测试，然后最后一次的话会打超雷。李大船设立7月交南的目标，从无到2个月，海军号目前畅水深度愈来愈深，后续要规划看咩测试。外界佮注意海军号什么时阵爱有上重的超雷测试。我们是否有向美方这边租借超雷验测的装备？是有的。报员，我们租借的这个期程，今年的5月份会到明年的那个年中左右。海鲲号潜舰，如果说真的要测试超雷的时候呢，它旁边呢一定有所谓的借护舰艇，然后上面的搭载我们叫水中包包作业小组的人员等超雷设计完毕之后，他们去乘着橡皮艇去把那个超雷蚀毁。咱向美方乘组的超雷系统走向本个月到期，大船后时间压力就来走。海军也表示，若无法度第一期航完成，会协调申请延后走向。专家指出，海军号爱加做作战舰舰，爱验证武器系统通过打超雷。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小可雨。咱来看温度。今开始温度回升，北部是28度，中南部30度。另外，伫咧关岛的东南边海面有一粒低气压，可能发展做风台，对台湾是袂有直接影响。讲到这天气是一年比一年较热，这劳动部是修正相关的补助，这补助企业要列规海科技防灾设备，还有买电风扇等等个人的用具，嘛希望让降低劳工列伤害风险。行动电池拍开3点悬的电筒水开始运转，这是最近几年营造业等户外工作者为了应用极端高温使用的电风扇，透过电筒的运作，让衫内面拢是凉风，体温嘛因为安尼自然就降落来。因为现在大家很重视这个热伤害嘛，对，所以是一个趋势，但是也是一笔费用啊，因为它一套也是要个几千块。现在当然有补助，就会增加客人去买的意愿嘛。业者讲，热天是到港买电风扇的高峰期，真受到市场的欢迎。为了照顾营造业者户外的工作者，劳动部修正相关补助要点，提供小型企业、自营工作者来买电风扇、冰架等个人防护用具的补助，帮助到港来对抗烧热天气。10人以下的企业，我们可以提高补助比例80%上限3万元。11人到50人的企业我们可以补助上限可以提高到5万块。劳动部嘛补助新增设
地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推行多种预防减灾概念，亲像是热危害的侦测含警示装置，各相关的设备结合 AI 科技的管理，加强预防热灾害的发生。有那个热危害的灯号的提醒，还有简讯的发送。热危害达到3级以上，我们就会点动那个降温设备的那个开启，可以去洒水啊，移动式冷气机的降温。整体职业灾害虽然有所改善哈，但是营造业仍然是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一个产业。劳动部嘛公布第一季的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死亡人数是50个人，和去年同期比是减少9个人，半数嘛是发生在营造业，以涉落来的事故上严重。劳动部希望透过亲像是热危害的防灾强化，多方预防来降低营造业的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该看台北市最近这鸟鼠的问题是真严重，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会针对12个行政区来大消毒，加强防治。若是有必要，才阁用鸟鼠药啊，有坑药啊所在也会大告示专人服务来协助民众来领鸟鼠。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新鲜出来宣布台北市12个行政区对年初以后要搁一摆来进行大清消。周万安话话讲，继续精进鸟鼠害的防治，嘛强调2月初1以后，台北市并无新增加汉他病毒的个案。疾管署长罗义军嘛证实讲，国内今年1月到4月，拢总是2例汉他病毒的个案，并无比较早同期较悬。北市府要对3大措施强化密切，希望市民莫伤惊吓。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就列管的摊机场摊贩来加装油脂节流器。结构性物理组架是包括针对市流排水系统加装白铁网、建物的空含冷气管线等来做防堵。另外嘛，强化建筑工地防鸟鼠，包括多间围路甚至大型营业场所，亲像餐厅和商场装修，开工进行拢要检护鸟鼠环防治完成报告，无得袂当施工。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在施工期鼠类滋生这样的一个风险，防止在施工期间那个鼠类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社区的环境。另外，嘛会针对列管大集场打下补助，加装油的截流器，要消灭鸟鼠的地下牛疮，深度期过后都会严格来稽查。因为最近市民烦恼讲，用鸟鼠药啊杀鸟鼠有可能造成宠物，也是囡仔去食到。环保局强调讲，物理防治优先，必要的时阵才会放鸟鼠药啊。嘛是全国第一个要伫个公共区域所有的投放点放告示。我们也会在所有的投放点，我们会设置告示的部分，在需要用到鼠耳盒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采用鼠耳盒。那对于有鼠洞可以直接投药的部分，我们会采取直接投药。台北市嘛提供鸟鼠类的警防署的服务，帮助较好进行杀鸟鼠、找鸟鼠的来源等防治作为。另外，高雄市目前无汉他病毒确诊的案例，但是市长陈其迈已经指示要强化热区的巡查和通报机制，源头的管理，嘛发放漂白水这物资，请民众做伙来加强灭鼠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中国乌南长山一间烟火工厂摆发生大爆炸，尚无26个人死亡。习近平表示，要赶紧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再是中国时报，当病毒开始咧传，国内顶礼拜到3814个人次就诊，按算6月是高峰期，爱到后热，这疫情才会转好。最后是自由时报，罗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祥做检察总长。另外，伊昨是因事同意权投票，拿到8联手封杀，确定无过。影这相关的因素结果，法务部嘛表示讲尊重表决，也会报请行政院请总统搁再指派人选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在国民党和民众党人数的优势之下，立法院最高是否决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本地大总统提名的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锡祥封杀。民进党团中心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无涉及党派，知影闹恶移动，社会有公断。不分你这个人选你哪怕是赖总统提出的在社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颇具声望又具专业大法官的人选是如此
那还有我们前面看到中选会的人选是如此，那诸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就在蓝白联手之下就把他给封杀掉了。另外表示，这摆表决无要采取激烈的对抗，但是会甲立场讲好清楚，而且接受结果。那要定也是针对池锡雄的经历和政治中立性质疑。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他较缺乏这个二审检察长的这个历练了哈。那除此之外呢，他曾经担任国安局副局长，还有法务部的正次哈。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现任的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就要第5月初7到啊，刷落来敢会照惯例，和主任检察官池锡雄来代理总长。法务部表示讲会尊重国会表决的结果，为了维持最高检业务的运作和保障人民的权益，会顺利报请行政院转定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对代理总长敢会当行使非常上诉的权力，法务部嘛讲，根据过去的案例，权限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彰化县长提名是讲，这礼拜就有结果。这彰化县党部是讲有5个人选，其中有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前，不过刘和前伊家说讲无，也谢依芳是呼吁党中央爱尊重民意。也那民进党的陈寿官是讲，不管这国民党派啥人出来，伊都会继续打拼。因为我在4方面的时候是打桌球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前出席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活动，继续推动新北市政。不过各界更较关注，伊敢会代表国民党选彰化县长？因为那赢彰化县长的提名一直无决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李乾隆表示，这礼拜应该有好消息。那赢彰化县的党部主委萧景田是正式有5位人选，刘和前是选项之一。那我想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机制，我个人确定没有参选的规划跟意愿。那只要国民党的机制选出来，我一定给予全力的支持。以民调来讲，那我是现在选民最支持的候选人。那为什么党中央没有考虑我？包含立委谢依芳、前立委柯廷芳、前副院长洪英忠、前国民党科技会主委魏明正，拢已经表态要争取提名。不过刘和前就先强调无参选的意愿。谢依芳证实最近无收到党中央的消息，呼吁党中央尊重民意。更较烦恼历年的对手陈寿官已经走行程几个月，冲击到那也选情。其实很多乡亲也在议论了哈，就是看得出来，这个国民党对于彰化县长的提名整个过程哈，就好像是一种利益的考量，就是努力的耕耘基层。高雄市长选战也在竞争。根据上坡委托山水民调公司上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赖瑞良以47%的支持度，暂时领先国民党郭志温的30.7%。瑞隆是最壮的母鸡，那我们也会跟所有的小鸡们一起加油，以党意优先于民意。这让我们觉得柯志恩是一个最没有勇气的候选人。你还是要看民调公司过去的一个公信力，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们都完全是尊重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选情，我们也还是要深具信心。郭政强调，按算选战要是真会到，不过民调是干那参考尔，不是上尾的结果，会继续照节奏进行。赖瑞良是向郭志温发声讲，要回应民意的期待，确保地方建设甲国家安全顺利杀叮当。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新北选战，外界是关心国民党李四川的家族伫咧小琉球的农地可能是违建。李四川是表示讲，若查明确定就是违建，该拆就拆，绝对无特权。也屏东县政府也要派人去稽查，若是确定违规，上当会罚到30万。两人一前一后上台致辞，暗晡门口好堵着上风浪将风度压手底气。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参加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活动，暗晡外界关心李四川家族持分的小琉球农地被压出去是违规起铁片厝。我处分的土地有没有去盖铁皮屋？那另外的所有权人，如果假设他盖铁皮屋是违建的，我想这个该拆就去拆。我不清楚这个案件的细节，所以没有办法评论。我想对方候选人自己的家族争议，其实还是由候选人自己来说明清楚比较适当。几位请影像来看，自控年也是
落地，2014年已经空一地，到2017年时阵就出现新建物，实际到小琉球这农地。餐厅铁门幼儿也无营业，铁片厝分挂真侪景点面出租，做餐饮、小卖加水上活动等非农业用途，相关建物存在营业真侪年。达啊，很几障碍啊。有卡着一寡伊的迄个地啊使用无符合迄个地无吼，这恁的看法是安怎？我未了解。本府将进行稽查，是否有违反农地使用的情形。如稽查属实，将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处以6到30万元的罚款。官府表示，到场稽查有违规的代志，相关应罚30万。另外，农地的违章建筑部分由琉球乡公所照环节查报了后，函送官府依照违章建筑处理办法做后续处理。李树川表示，若是违章建筑，该听就听，无例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这罗西亚加乌克兰的战事。罗西亚总统普京是建议5月初8、初9这二战的圣日日爱停火，到即马说也是照常来发动空袭，造成乌克兰将近20个人死亡，而且佮经过乌克兰若敢来破坏圣日日的庆祝活动，都要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高高的乌烟庆上天，急救甲消防人员是赶去到现场，要来拍火救人。罗西亚初5下晡，搁再对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发射4粒导引炸弹，地区当地主体区甲汽车工厂着火，至少造成12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Ми прибули одні з перших на місце, надавали допомогу людям з критичними кровотечами. Поранених у мене було десь 4-5. 当救援人员在清理空袭现场的时阵，罗西亚是搁再派出攻击无人机来干扰救援。同一天的下晡，罗西亚也对东部的克拉马托马斯克，也有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分别发动空袭，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伫咧巴林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是犯下恐怖攻击，因为罗西亚是指控乌克兰初5轰炸因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至少有2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另外一边，乌克兰初5是公布画面，证实伫咧5月初有发射巡弋飞弹，攻击到伫咧1500公里以外的罗西亚军工厂。这也代表乌克兰的国产武器已经有打击到罗西亚后援设施的能力。罗西亚初9要展开纪念二战胜利日的活动，罗西亚总统普京提议初8甲初9要停火，因为乌克兰也宣布对初6开始就会停火。不过伫这进程，双方的火力是拢无咧相让，罗西亚的民众对停火这件代志有无同款的看法。Я говор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ебе никто сейчас не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жет. Перемирие, но я думаю, все это зря. Нужно не перемирие, а мир. Ну, когда мы его дождемся, трудно сказать. 甲以往大庆祝比起来，罗西亚今年是下令缩小规模，无要展示军事装备，就是烦恼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当作是攻击的目标。莫斯科搁对初5开始就切断市内网络，铺定警告，若是乌克兰想要破坏因的庆祝活动，就会对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报复。公新闻警员陈编译。刚才讲到加拿大专门咧出产石油的这亚伯达，最近因的分离主义运动这声势是愈来愈悬啊。当地分离派领袖已经向这选举局来交出超过30万份的人数，按算今年10月就会举办独立公投。You guys brought us here. Without you guys. None of this happens. 加拿大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领袖史威斯特，这是向选举局交一箱搁一箱的文件，内面的人数签管数是超过30万份，已经超过法律设的核定真济，会当互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省份举行独立公投。就把支持群众是会拿色的升旗，伫咧送交文件的这个时阵，现场欢呼的声音嘛到上大声。We're not like the rest of Canada. We have different politics. We vote 100% conservative. We're being ruled by liberals that don't think like us. They're trying to shut our industry down. 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者讲的是石油产业，因认为讲执政党以环保之名，摧毁阿省的经济命脉。这个有500万人口的西部省份，只是独立的阵营几十年来地位拢真边缘。但是这场运动最近几个月，脚步是愈来愈紧，比较早的任何时阵，我启动公投拢较紧。民调显示讲，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率差不多是30%，但就算联邦主义的迄边，伫有可能的公投内面赢。双方的领袖拢讲，这个过程已经永久
府改变加拿大。这伫联邦派活动人士阿贝达省的前副省长卢卡扎克看起来是一种叛国的行为，而且表示讲分离主义运动得到右派省长戴斯明的帮助，伊寻求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建立更较密的关系。Obviously, we're going to have strong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not part of a 51st state. 分离主义者解释讲，因只是咧寻求川普的支持，确保会当来脱离加拿大。长期支持阿省独立的历史学家瓦格纳嘛，甲发声社讲，就算是公投的结果失败，独立运动嘛袂因为安尼就无去。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来看印度的这地方选举西面加拉省省议会结果，印度总理莫迪所领导的这印度人民党大赢，赢得当地执政的超建国大党。这等于讲，佮再加强总理莫迪的声势，照看，若要拼2029年第4任连任，这赢面是真大。बंगाल की जीत के साथ गंगोत्री से लेकर गंगा सागर तक कमल ही कमल खिला हुआ है。印度4到5月陆续举行4县甲1个中央直辖区普渡确立的选举，算票结果总算出来，其中上受瞩目是印度第3大省西边加拉省选举结果，这负1亿人口的东部大省在全县草根大会，其实是叫做超建国大党的女性领导人班纳吉执政15年了后，和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BJP 用过半席次压倒性的票数得到胜利。West Bengal, by winning West Bengal, it has sent a message that it is ready to conquer uncharted territories. 总理莫迪甲内政部长沙阿在选战期间，敢若是西面加拉省有80摆的拜票活动，或者是扫街，成功拓展回团红票仓，同时代表 BJP 除了加坎德省议员完全支配东印度，西边加拉省国会议员有42席，排名全印度第3大。对2029年下议院选举，甚至甲去年莫迪争取第4任期拢有正大的帮助。BJP has mastered the art of pro-incumbency. It has won in Assam and Puducherry, so it is retaining both these states. 不过，全县草根大会领导人同时也是西边加拉省长班纳吉所批评，这是一场被偷早选举。表示这摆选举进程，选会启动对选民名册清查，删除差不多900万人的选民资格。另外，世界第一民选共产党政府南部克拉拉省，在这摆选举内底，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打败，代表半世纪以来，印度的共产党或者是左翼政党第一摆全面退出地方执政。公司新闻红土梅编辑。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头拄仔宣布讲，维护核物质的自由计划行动要暂停，因为美国甲伊朗的和平谈判已经有大进展，未来会看敢有正式来签署协议，才会讨论后续的行动。国际上要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德州一间卖场发生枪案，造成上无2个人死亡，69岁嫌犯犯案了后就走去，在警察随后抓到人。初步调查可能是因为双方买卖有纠纷，不是随机攻击。中东的战事影响到泰国经济，泰国政府批准一项美金122亿的紧急机制方案，针对超过2000万名低收入的民众，要提供这生活补助，减轻生活成本。过来是日本这几年除了有嫌会走来人的生活区发生伤害人的意外，根据调查，在全国各地徛家住户当中，这鸟鼠也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啊，甚至已经影响到这家庭安全卫生。当然，看咱国内专门咧做医学美容的爱妮蕾集团，这邦桥婚姻即马所红亚出讲有共偷翕的情形，人客是指控这院方搁甲辩讲，迄就是火灾警报器。最后报警察确定迄就是摄影机，都装伫咧诊所内面。目前这检方已经介入调查。现经广告诊所详细检查设备，国内出名的爱妮蕾医美集团所属的邦桥婚姻发生偷翕的风波，有查某人指控怀疑诊疗室的壁顶设备有藏小镜头，虽然院方捌保证是烟雾侦测器，不过人客报警，警方检测发现是监控摄影机，是不是当日录影，当时无法度确认。我们是还没有接到那个民众的澄清，不过我们之前已经配合
科监警到诊所进行查查。因为诊间的话，就是涉及比较属于私密的领域的话，是不是能够这样做，就必须要真的要完全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意愿。新北卫生局配合检警，除了去案发的板桥分院搜查，嘛扩大侦办专案，陆续去永和新庄南口分院调查。新北检阁已经驱提线下的设备商，也有约谈真侪人到案。询问了后，拢请回。专案是以妨害秘密，也有妨害性运输这个罪嫌侦办。那新北市、台北市完有动作。依据医疗法及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针对该连锁品牌位于北市的诊所展开无预警的联合稽查。为警方、卫生单位到消保官相关单位采购动员，无预警联合稽查。那行政调查、刑事侦办同步进行，检警嘛出手指挥刑代，去5间分店检测保全证据。安尼类集团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嘛回应说明诊所内监视设备的设置，目的是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加器材安全，无侵害消费者个人的隐私。对于造成各少人困扰，已经派专人以专案方案处理。台北市现在有订定一个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偷拍摄影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新北是不是应该要跟进？我们会来参考来研议。依照卫福部函示新北卫生局说明，虽然医疗机关会当伫诊疗室这的私人空间装设监视设备，不过牵涉到隐私保护，爱明确说明，事先爱得到同意。专案已经引起民代关心，督促新北法制局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授权公权力进入非公家单位的私人空间稽查。记者采访报道。来看2024年11月，高雄一个姓吴的这查某人涉嫌甲1岁半亲生后生，这苦毒甲死，估计是这个社会局有疏失。监察院即马调查了后，公告纠正，认定讲这高雄市社会局的处理过程确实是不够周全，影响到囡仔的权益。真的是从床上摔下来的吗？高雄市这个姓吴的查某人，伫113年11月涉嫌苦毒1岁半后生，互法院裁定收押。因为这个家庭本身是高风险家庭，囡仔自112年6月出世，社会局都开案关怀。不过这1年半时间，社会局小刷接到2届通报，头一摆讲喙皮乌青，后续认定无细儿童的，3个月后第2摆通报囡仔有受伤，所以因为阿母无配合访视，社工嘛无亲目睭确认囡仔状况，安置会议无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囡仔无得到安置，和这条小小性命就安尼消失。即卖监察院经过调查认定，社会局的处理有过失，进行纠正。社工这边其实可以依照这个儿少权法来协请这个警政单位来协助，可是他们却误以为说这个部分必须要很明确的状况，他们才能够去请警政单位来协助。针对监察院的纠正，社会局表示，因为姓吴的查某人见摆当着社工要访视的日子，就会主动来报道，甲社工讲囡仔最近的状况，降低社工的记录。不过，针对这款高风险的家庭，社工确实无够警觉。因做这件代志了后，也专工设计一张6岁以下的评估表，帮助社工处理个案，嘛甲健康病期建立同步机制。本来约好的，然后特别他自己跑来的这种状况也是不太寻常哈，也要特别留意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后来我们其实6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一定要看到孩子。社会局表示，无论是脆弱家庭还是低小保护社工，针对6岁以下通报个案，除了全面采用评估表以外，嘛要求逐个月拢爱亲目睭去确认囡仔状况，尤其访视袂使干那听家长讲的，搁要多方面去查证，毋忘提升低小保护的防护网，互囡仔会当安心大汉。记者柯家祖、邱永高雄场报道。根据统计，这小儿科住院医师咧招人是逐年拢咧减少，医学界嘛建议讲爱调整公费生的制度，互医师会当留伫咧医学中心服务，免去偏乡。我部是表示讲，今年的公费计划头一届有甲小儿外科列入来，也会提悬这医师的收入，甲人留好调。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上低，照惊儿怀问题嘛冲击到医疗人力。儿科大院医师的招聘率是当年1:6，第一线少年医师是严重无够。医界提出警告，讲这已经不是单纯医界劳动力的问题，是个案危机。建议政府调整公费生的制度，让医师留伫医学中心儿科服务，会当抵消下乡的义务，确保急重症医疗袂断层。这些公费医师如果能够选择以儿科为他的专科医师，可以让他来支援这些医学中心或区域型的一个医院，那来补充这个儿科人力的一个不足。
伊家表示讲，台湾新生儿的人数是对一年40万，一个大减到去年的10万外人。儿科的服务量敢若剩1/4，加上健保给付的标准真悬，互少年医学生拢惊险。根据台湾儿科医学会的统计，儿科住院医师的招聘率，在民国113年是落到57%，创历史新低。就130个人，敢若70个人报道。114年虽然小可回升到92个，但嘛是欠3成。今年目前已经招85个人，佫持续在招募。政府应该要主动提出区域儿童医疗网的规划蓝图，明确划分各层级的责任，并将有限的资源重点优先投入在急重症以及跨区支援。他在服务阶段仍然可以留在这个医学中心。那另外一组区域罗才困难组，那这个就是要下乡的。好，所以第3期的计划，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建议把它纳入一起来进行讨论。卫福部强调，今年第3期公费医学生的计划总原也是维持750个，而且第一摆纳入小儿外科加任务科嘛无限定偏乡。另外，今年已经开249亿，保障0到6岁儿童医疗服务，包括调升儿科重症住院、门诊的检测费等等，确保儿科医师申报健保点达到1.1块，提升收入，而且减轻急重症人力的负担，鼓励医生留伫儿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际护理日就要到啊，900名护理人员昨是就街头要求3班护病比爱赶紧入法。这卫福部是回应讲，这护病比关系着人事的安排，会透过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处理，按算7月底就会正式公告。国际护理日特别到咯，900护理人员拜2、8号就街头，伫卫福部头前要求3班护病比就爱赶紧入法。袂使搁拖，嘛爱互护理师合理的薪水。护理团体强调，护理人力长期拢伫咧高压、甲过劳的状况运作，袂使搁甲完充期加做延前的理由。阮家己要好好，阮是要好啊，顾病人。系啊，咱来甲护病比吼，而且合理的程度，甲降低，吼，这方面病人绝对是安全的。一定要3班护病比入法。刻不容缓，我们没有要让政府打折，我们也没有要让政府继续拖延。护理团体嘛针对卫福部提出3个疑问，头一个是质疑标准公告超过2年，所以未入法；第二嘛不满预算有够，煞搁位头开始讨论；第三是指出目前70外趴的病院已经达到护病比的标准，所以因为20外趴的病院设缓冲期。护理团体要求总统就19年5月20日前，就要完成3班护病比的入法。卫福部是回应讲，护病比是属于人力安排的规范，会透过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处理。目前定调，就是说在5月8号我们会开会就是跟护理界还有医界共同开会，讨论这个入法的实质的一个情形，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那我们现在拼在5月12号的一个护士节来预告，那最快在7月底的时候会把整个草案公告。卫福部按算拜五讨论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草案细节，后续经过草案预告和正式公告以后，要设2年的缓冲期，让医疗体系增加人力保护罩，避免影响到医疗量能。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高雄燕巢有一块旧的公墓地，这旧年刷走，地方是希望会当做公园，就会到市府刷计划做点仔架的暂空场，这是引起地方的不满甲震情。这干务局是表示讲，会搁向中央来反映，嘛会继续评估。记者说，点仔架暂空场的被布条挂伫咧路边真惊目。高雄燕巢甲秀路这块公墓地，去年完成迁作，大约1甲块土地，原本地方按算争取做公园，无想到最近却听到风声，市府要伫遮做点仔架暂空场，因为这条中兴路是当地主要道路，附近还有中港甲南马空场，居民烦恼，若是点仔架搁车来遮蹲，会互附近的交通愈来愈歹。本地交通就足大车也足济啊。伊山地我车中近搁伫遮嘛，所以讲这交通会变较复杂。嘛是反正水起来，因为迄个沥青可能你也落雨会堵水落嘛，水落伊管遮拢做足济啊，
所以今日应用对啊。燕巢专区11柜里长测试来到公所送定情书，表明因反对设暂坑场的心声。参与会议的市议员宋立彬讲，这附近有5间大学，佮有病院，而且佮有济农作物种植咧遮。高雄一年大约有20万栋的淡仔甲爱处理，这个土地无看吨的量有限，市府应该重新规划思考。这块场域只有办法容纳2万吨，那其余的18万吨要何去何从？所以这不是解决之道，不应该以表面应付中央的方式来去选择场址。是针对交通及环境之冲击，他们认为是存有疑虑。那对此，市政府将把这个意见带回，好好的评估。也同时会向中央来反映。工务局强调，这个暂坑场是中央的政策，主要是要囤扣起来淡仔甲，买手会当再利用。即阵当咧评估可行性，会甲地方的看法甲烦恼拢环境予中央，找找抽题做决。对此，里长讲，暂坑场若是真正要设伫咧遮，因一定会控制到底。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彰化县火葬场的争议，去年底是已经通过环评审查，昨昏就办开发计划说明会，反对民众是到现场要求撤案。民政处是强调，这环评审查就已经通过啊，工程嘛已经开始招标，无撤案的可能，嘛希望民众会当谅解。加大把银纸也向天，阁有人激动跪落来抗议。彰化县政府初五伫丰原乡举办生命园区开发计划公开说明会，反火葬场行动协会等500个民众到场要求撤案。选址错误，要求撤案，这是我们唯一的诉求。我们不希望县府来跟我们说有什么回馈啦，那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只要求我们这一片土地，我们能安居乐业。彰化县建局甲保市总队动员上百建立来维持秩序。开发单位说明会干部的时阵，反火葬场行动协会想要向前交定证书，不过无法接受，认为县政府是干那来走流程，甲要全体离席抗议。讲伊个，袂做那伊跑伊个流程的，讲的，了后就要继续吼做伊个代志。伊有去体会着阮人民的心无？伊根本伊都拢无尊重。彰化县内无火葬场，县政府规划伫丰原乡草湖南段兴建生命园区，开发面积差不多1.93公顷。去年12月通过环评审查会议，款团认为包括选址、空污排放量这个疑问还未查清。县政府王惠美伫要卸任的时阵，无应该动工，爱落予一任县府来决定是不是属建。下一任的县长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才对啊，因为这争议真的蛮大的，然后问题也没解决，然后像今天就动员500多个警力，表示说其实争议真的非常大。那为什么一个政府要这样蛮横执行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撤案这一个选项，因为整个经过2次的环评审查通过之后，整个环境影响说明书都在4月份已经完成了定稿的作业，那目前都已经进入到开工前的准备的作业阶段了，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可以理解谅解。会场说明会也是伫无民众的情况下完成。彰化县民政处表示，生命园区环境影响说明书已经完成定稿，设置计划报内政部备早许可，无撤案的选项。火葬场空污防治是全国上严的，目前工程进入招标阶段，若是顺利，会伫2年内完工。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股昨收盘是40769点，今开盘是开伫咧40983点，接着随个冲破41000，又个创下新纪录。那统计到今年4月，全台湾是已经有超过1420万人，拢有开这股票口座，尤其是19岁以下，也是愈来愈侪人啊。这投资股票是愈来愈少年。手机摕出来点开股市看盘的 App， 看个别股表现。台股加权指数一直欠悬，初五收伫4万点以上。台股行情长热，互刚19岁的股民林先生每个月提薪水出来投资股市。热一定会觉得一定会担心一点点，但我觉得就是回到个人的风险把控上面，对吧？所以如果评估自己的风险可以承受去借钱开杠杆的话，我觉得当然也 OK。但我自己个人的话，还是会选择比较稳健一点的投资方法。看1年前5月初5，台股加权指数收伫20532点，不过到今年头一个交易日1月7日，台股已经开始挖3万点。今年5月初5，台股收伫40769点，收盘指数阁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证券交易所统计，到今年4月，投资人开户数突破1420万人。
天天我们这个开户柜台都人满为患了，年轻人也蛮多的，有些还是学生，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都会有一些社群啊、讨论啊，所以他们就会同学一起来投资。外界名的营业员讲，毋但开户人数增加真侪，还有人客保单解约、提钱投资股市。若是以目前全台湾2300万人来计算，等于是每5个人都有差不多3人投资股市。特别的是用年纪来看开户，0至19岁族群占总开户数比例，毋但逐个月增加，今年4月佫头一届突破5%，20至30岁的少年股民占比原来有逐个月增加的迹象。也是蛮可惜，说早几年出社会，是不是你就更多资金参与这一波啊？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下一波这么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嘛。我就是每个月生活费我就拨演出来，就定期投入这样子。年轻人组团群组来炒股，同时他们特别热衷去融资做当日冲销。我们的股市本身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造成风险就更大。要学者提醒，一直创下新高纪录的台股，毋是会起未落。少年人爱评估家己的能力才投资，毋通博伤大借钱投资。若无股市起落伤大，也是崩盘，出现了钱的情形，都无钱通付，面临负债的困境。记者采访报道。电脑会晓经图豆 ，AI 嘛会晓经时规啊。来看花莲县政府甲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的，用 AI 棍仔去讲轨迹，就让知影讲这粒敢有9分。准个新人工，时规当时会当修成，过去是靠内行人卡的听声音分辨，毋过要伫产能加上万粒的时规卡好了，对听了真负担。因为安尼，花莲县府甲南台科大合作建块 AI 卡水壳的棍仔。它的原理的话，就是透过一个 AI 的声音的收集，来确认每个西瓜它在不同的程度的话，它的声音的一个音频的状况是如何。研发团队表示，西瓜9分的程度无共款，声音也无共。只要输入这个声音的数据，卡水果的表面就会当判断当时适合采收，用到毋若西瓜其他轨迹也使。只要放不同的声音模型，它就有不同的功能。如果我们把它敲凤梨，我就知道这颗凤梨本身的含水量会影响什么？影响能不能外销。这项技术开2年建立 AI 模型，成本干那几千块，不过希望会当协助解决国内欠卡手的问题。目前的准确度已经到85%。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必须要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改进。那未来呢？它可不可以取代监刮师这个行业？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官府强调，这项技术目前相对玉里开始，后续会伫中区，包含瑞水、凤林、甲寿丰，参各农会合作，希望会当帮助到农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因为中东的战事，这石油价小大起，世界各国拢有真侪物件对咧起价。不过，伫咧印度有一寡农村，到呾也是用牛屎所产生的气体来做燃料。虽然看起来有一寡太高，不过说颠倒唔免烦恼这雅士起价问题。牛屎甲拼入去骹桶内底，用水拉拌搅的，再搁行入去灶骹，就雅士会当煮饭。何补煮海夹风扫到呾，油载袂出来，互真侪国家惊吓。啊，毋过伫咧印度一寡砖头完全无得惊。मतलब सारा काम इसी से होता है रोटी सब्जी चाय दूध वगैरह और थोड़ी बहुत गैस बच भी जाती है तो भैंसों का दलिया भी बना देते हैं इसी पे。伫印度庄卡真侪人斗无天然气的公路，敢若会当用沼气的设备，家己来制造灶骹的雅士。啊，沼气是对动物的排泄物，伫咧无上述的环境内底发酵来产生的气体，主要的成分是甲烷。印度自1980年代开始，就伫咧全国来推广沼气，佮补助500多万套的相关设备，就是希望会使当作化石燃料较俗的替代品。这步真有效。虽望这个沼气是伫咧农村才会使用，较有歹味，互看做是较传统的方式。啊，毋过即届拄好闪过一劫。ज़्यादा इसमें 30 किलो से 45 किलो खाद डालना गोबर डालना सुबह पानी में घोल के डाल देना सैली पीछे निकल जाए सूख जाएगी वो खाते में पड़ जाएगी बेचना चाहो बिक जाएगी。啊，毋过沼气占印度使用的能源干那一点点啊，所以印度其他的所在，这能源的危机油源是非常的严重。印度每一档爱用3000万吨液化石油气，啊，其中一半拢是爱靠进口。虽望即马政府讲继续供应无问题，啊，毋过雅士的乌市也搁大家烧钱囤货，都互这的继续一直咧起。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8度。
中部地区19度至30度。南部地区20度至32度，东部地区20度至28度，外岛地区17度至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